你的话语，求主互阮的心柔软，互阮信心伫阮的内面形成阮，互阮每一届会聚会，每一届敬拜，主中充充足足，加添阮大大的快乐来应付阮日常的生活。恳求主怜悯赐阮伫阮的服侍顶面，互阮所做的拢有你欢喜。阮安尼祈祷，感谢奉主的名，阿门。我们去圣经。
感谢主，让咱今仔日再一摆带着喜乐的心情来到施恩宝座前，这是何等稳定。咱要敬拜之前，咱三个阿头来祈祷。听阮的阿爸天父，阮感谢你，阮深深感谢你，感谢你，让阮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恳求你圣神来充满阮。收拾阮智慧甲聪明的灵，收拾阮切力甲能力的灵，收拾阮财目甲敬畏的灵。阮安尼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天父恩典真正大，日子在运带。无论风雨甲平静，伊拢甲咱做伴。咱做个吟这条。天父恩典真正大，日子在运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在做伴。咱着算小伊的恩。一日永无存，何在的艰难变成欢喜，欢乐变福气。一定较因怎，互人稳定拢无煞，归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恩典真正大，日日在运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在做伴。咱着所小伊的恩，日日永有存。何在的艰难变成欢喜，欢乐变福气。一定较因怎，互人稳定拢无煞，归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乐归社人生，好天地拢总相共欢喜。感谢主吼，今仔日决定吼，咱做伙站起来，用喜乐心，咱再来吟一摆。上帝恩典真正真大，伊大家拢引带咱。虽然咱有拄着风，有拄着雨，有拄着死死，我常常也家己讲，手是耶和华，收取也是耶和华，但是耶和华应当称颂赞美他。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天父恩典真正大》。恩典真正大，日日在运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在做伴。咱着算小伊的恩，日日永有存。何在的艰难变成欢喜，欢乐变福气。一直较因带，一直较因带，互人稳定拢无煞。
这呢大，咱着落归社人生，好天地拢总三家欢喜。感谢主，请坐，请坐。若是有你伫我生命中，我就永远无惊吓。风雨遐尼大，旷野遮尼宽，有你同在，我袂会错。若有你伫我生命中，咱做来吟这首。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吓。风雨遐尼大，旷野遐尼大，有你同在无摇转。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作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换。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惜我，若是有你伫我生命，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吓。风雨遐尼大，旷野遮尼宽，有你同在无摇转。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换。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换。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惜我。每一摆，我伫祈祷当中，我拢甲上帝讲，莫给我流目屎。总是，但是摆祈祷的时阵，我的目屎那亲像水稻头，拢关袂掉。我的心有梦摇花，我常常来我的心讲：你为何无助？你为何艰苦？应当仰望你的摇花，伊是喜乐的神啊！我的信心无够，真正信心无够。恳求主帮助我，互常常伫我的生命中，带我行每一天。充满稳定的道路，咱搁来唱这条。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中，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吓。风雨遐尼大，旷野
看，有你同在无摇喘。若是有你，你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作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的疼痛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的疼痛无变换。阮真正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想，海水会干，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的疼痛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的疼痛。阮真正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想我。互我听见你疼痛的声，因为我靠你；互我知通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咱就会唱一条你欢喜的歌。互我听见你疼痛的声，因为我靠你。互我常通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奉献感谢的这，也要求叫你的名。时常谨慎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心所有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我祈祷哪样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我要对你的信手举手，要对你的心所有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我祈祷哪样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我要对你的信手，我要对你的心所有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我祈祷哪样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这。咱有
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有赐的百姓，是伊手的羊。请咱三界来吟圣诗42首。我的目睭要举悬来望山，请起立吟全首。请咱原起来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咱的主，伊对信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伫白岛伫白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闪中国活，上天打做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咱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是信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上头，罪赦免，因为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煞一来看启应文36篇。启应文36篇，马太福音第5章。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忧闷的人有福气，温柔的人有福气，咬喙担行无义的人有福气，怜悯人的人有福气，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予人和平的人有福气，为着义不受困辱的人有福气，为着我人遮免瑞恁、困辱恁、诽谤恁万项的歹，恁就有福。着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里的报赏是大。来看圣诗161首 A 调，请咱坐咧吟全首。请咱三个做后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愿感谢你，你赏赐阮每一日拢有你的平安，甲阮三个伫地，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得当照着你的恩典，行伫人生的路上。
虽然伫生活中有时阮会迷失家己的心，嘛会拄着侪侪压力烦恼，互阮的心忧闷。甚至有离开你的念头的时，主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知主你是葡萄树，阮是枝。枝若离开树，就袂当做啥物，嘛袂当结侪侪的果子。主你才是阮力量的来源，是阮喜乐甲愿望的源头。主啊，当你修正阮的生命时，求你赐予阮有充足的智慧甲气力，互阮知这是主大大的祝福。互阮的生命会当搁较丰盛。主嘛恳求你帮助阮，常常记牢你的话语，互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用你的疼来洁净阮，互阮成做你所重用的器具，来荣耀主的名。我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赞美，请信歌队。
请咱先甲来恭守上帝的话，伫约翰福音15章第5节。约翰福音15章第5节。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踮伫我，也我踮伫伊个，就结果子侪多。因为到我相离，恁就袂做啥物。正道，请王牧师讲题内在的生活。各位亲爱兄弟平安，真感谢上帝，伊将满满的恩典赏赐伫咱的心内底，互咱无抵到有真侪挂虑哀伤。咱同心来祈祷，感谢。主，阮感谢学罗你，用阮的心、阮的灵，清深来祈祷，因为这是阮甲你3千军。学到敬拜你的事，祝福阮不断拍开我的心，来到你恩典的宝座前。感谢学到你，奉耶稣名祈祷，阿门。这是上帝的恩典，也透过今仔日是台南圣医院的纪念主日，所以就搁一摆有机会到伫咱中间。我相信咱真侪人拢去过台南圣学院，这是一间真水、真有历史、嘛真古典的所在。伊毋也是真有历史，其实伊嘛是咱整个教会一个真要紧信仰的所在。因为真侪传教者还是信徒伫遐受造就，然后因就开始到伫教会服侍，还是到今仔，也有真侪信徒。会伫逐所在，因为圣学院的遮个圣学教育来领受因信仰的帮赞，所以我相信，伫遮整个过程内面，咱慢慢知影即间学校叫做台南圣学院，所以伊毋也是水，其实伊的心内嘛，互真侪信徒一个信仰的看见。伫咱的信仰中间，咱必须爱愿意真正深伫上帝面前，或者稳重伫市区真老嘅所在一间学校，伊嘛诚做真侪人性命所渴慕所在，毋是渴慕圣学院，是渴慕上帝一个真要紧的心灵。所以咱的一生中间，咱常常有欢喜。做伙聚餐，还是有常常彼此三结连交谊的时阵，还是咱嘛有时阵，咱会感觉工作压力真大，心内有一寡无爽快，有重担，有真侪袂当解决的问题。这个嘛是咱信仰中间必须要去面对的，因为。无有一个人会当逃闪即种生命生活压力，所以今仔要讲分享，咱必须要有一份欢喜，伫主内面的内在的生活。因为咱太侪时间拢用伫外在的生活，咱一工24点钟工作无用，照顾别人，还是。遮真侪走动的代志的过程内底，咱付出足侪时间精神，所以咱会感觉已经开始感觉真落寞，真无好势。我邀请咱今仔日，就是以后日子，咱当常常来到伫上帝面前，互咱用台语佫从这个经文来读一摆。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踮伫我。也我踮伫伊下，就结果子侪多。因为到我相离，恁就袂做啥物。约翰福音15章5节。要甲分享一个姊妹见证。
因为伊朋友邀请伊靠伫教会，所以就去到教会参加聚会。后来佫去参加教会的小组，伫小组伊感觉足好，伊对南部去到北部工作，拢无啥物亲人朋友。这教会小组就亲像家庭共款，去聚会就先食一寡物件，然后聚会先大家就欢喜唱歌、分享，彼此将家己的需要伫遐分享了后，大家就三体祈祷。所以足欢喜迄种伫外地，有人常常大家关心，下班了后去遐聚会时，佫通食一顿真温暖的暗顿，所以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所在。所以参加有2档的时间伫遐参加小组，后来这小组长甲分享讲，某物人，我毋知你来小组感觉安怎，过如果来小组，互你感觉有压力，也是袂当真好势，我嘛邀请你，无来无要紧，你做你想要做的代志。我这姊妹想讲，太安尼，我真爱小组，你也叫我莫来。所以，就心内有一个毋是真爽快的情绪。后一摆聚会时，这小组长佫小可来提醒这个代志。伊来问讲，听起来哪像你无爱我来小组？小组长讲，我毋是无爱你来小组，我是要提醒你讲，来小组拄开始，你可能觉得这是个取暖的地方，但是我要邀请你。你要开始加入教会，你要进入教会，你毋是永远伫小组内底，因为小组是要培养一个愿意起来敬拜服侍基督徒，所以你袂当永远伫小组一直要取暖。伊开始知影讲，这小组咧讲啥？因为确实伫聚会中间有真侪互相关心、祈祷，嘛会提醒讲，咱爱起做家己。来真做教会服侍，来真做以后宣教录音，所以这是一个伫这个所在是要备办以后你要起来教会服侍的所在，不是你永远在这边取暖。伊开始心内有一个想法，伊嘛听见这个小组长甲一寡小组的这个同工的对话，因为伊知影伊的问题伫倒啊。因为伊真关心，伊将聚会所有的眼光拢放伫人的身躯顶。这是伊开始伫小组聚会这2档最要紧的代志。伊将所有伊的眼光放伫人的身躯顶，人对我安怎好，安怎款待我，为我祈祷，互我感觉足欢喜的。所以我最爱这种人不断互我的感觉。所以，只要有一个小组内底的人眼光对我感觉好像不太好，我就情绪就开始变了。今仔准备物件我无啥爱食，我嘛感觉无啥爽快。伊开始想着伊的情绪，伫聚会中间，拢因为人的原因，互伊感觉毋是真爽快。所以，这小组长那亲像开始知影伊的问题，嘛，大家提醒讲。如果伫小组内底，你会感觉无真好势、无爽快的时阵，你会当做选择无要紧。后来，这个小组长嘛来讲一句话，讲：如果你对改变阮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耶稣，如果你敢无兴趣，我真正建议你毋免一定爱来小组。这个姊妹就开始认真在面对伊来小组到底是要做什么会，就是讲他来小组，但是他不一定去教会哦。他只希望在小组里面得着他所想要的东西，但是他不一定会去教会，他也不参与教会的任何服事。所以这是小组长开始来提醒讲，小组是要备办以后教会服侍者。以后教会同心做伙做的同工，伊就慢慢在思考，我将聚会放伫人的身躯顶，所以因为人的态度、情绪会影响
我嘛同款，因为这人的情绪，互我感觉袂爽快。我对改变人的耶稣确实无真兴趣。我只有望这个小组员对我较好咧。所以，如果我对耶稣无兴趣，咱听起有一点啊，我来教会做啥物会？如果我对耶稣没有兴趣，我干嘛来教会？这确实是伊爱去面对的代志。伊必须要知影，原来这个小组毋是一个互我得到温暖的所在尔尔，其实伊是一个教会不断组织了后，培养起来成做服侍者，同工备办以后教会服侍人。这个问题，毋仅是这个姊妹所拄到的。我相信，咱有真侪基督徒嘛，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你问看卖，你对耶稣敢有兴趣？不管你来教会偌久啊，你对这个会当改变人性命的耶稣，敢真正有兴趣？你捌想过，你用偌济时间去亲近耶稣，甲伊祈祷，彼此对话？咱用太济时间放伫人的身躯顶，只要这个人的话语、眼神感觉互我无爽快，我就开始觉得不舒服。所以也就是讲，每一个基督徒，咱的培养，从你来到教会的眼光、心，甲你的心，拢放伫耶稣的身躯顶。咱用华语讲就这经文来读一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章5节。耶稣讲：你若常常伫我的内底，我嘛要伫你的内底。这敢毋是提醒咱，你爱将搁较济你的身心灵时间都更多放在耶稣的身上。你若伫我的内底，我嘛要伫你的内底。耶稣做肯定，咱讲：你们在我里面，我也一定在你们里面。所以咱必须要用搁较济的眼光、心神、时间、气力，放伫耶稣的内底。咱就愈感受到耶稣嘛安尼要伫咱的内面。我要讲，这都是一个内在的生活，咱内面的生活。咱用太济时间伫外在，当然现实社会咱必须要付出真济时间去工作、去劳碌、去操烦。总是是毋是你嘛会当找一寡短短的时间，10分钟、20分钟、半点钟、1点钟，安静落来，安静落来伫耶稣基督内面，来帮助你重新整理今仔日的情绪，帮助你整理你今仔日所拄到的代志，帮助你重新来看即阵仔你所碰到在委屈艰苦。如果这个拢是因为人的原因，互你感觉真袂爽快，我敢袂当用较济精神放伫耶稣的身躯顶，互耶稣帮助我安怎讨帮安慰夫妻，我重新来面对这个人所互我的问题甲艰苦。咱重新用较济时间伫耶稣基督内面安静，互耶稣的心帮助我来看即马我所拄到的问题，我的压力是安怎？我是毋是爱调整我的心，调整我的时间，调整我对一寡人的想法。我若会当伫耶稣基督内底，这物件是毋是会帮助我？无毋对，咱必须要住伫耶稣基督内面。我们必须住在耶稣里面。你会当想象，我住伫一个厝内底，我逐工伫遐出去，我住伫遐，我会生活拢伫迄个所在，
我就开始学习，将我的人生的每一个时阵，拢带伫耶稣基督内底，亲像带伫一个厝内面。我把我的人生都住在耶稣里面，然后一直感受耶稣与我同在。因为我就是住伫遮，耶稣亲像一间厝，一个房间，我住，我食，我休困，拢伫这个所在。我伫我生活的大部分，拢伫这个所在。然后耶稣就应允讲：当你藏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我要让你结果子。耶稣要我结什么果子？耶稣为什么爱讲？当我伫伊内底，伊嘛伫我的内底的时阵，伊要互我结果子。咱来试看嘛，耶稣为什么要结果子？伊要互咱伫伊的内底，住伫伊的内面来领受一个得胜的生活。搁无偌久，伫3月31，咱要伫主日礼拜做伙欢喜领受耶稣基督的国话。原来国话这不是只有一天，是当我们常常住在耶稣里面的时候，耶稣也在我里面，他要帮助我们常常领受得胜的生活。咱一定拢常常拄到在压力、艰苦，甲袂当解决的问题。到底今嘛，咱嘛也是安尼，还是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只能放在一边，然后拖着重担，还是每天去应对要应对的生活。耶稣互咱规矩是，伊要互咱伫生活中来得胜。这得胜就是先针对你家己所碰到的问题、压力甲重担。耶稣要帮助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他要帮我们来领受得胜的生活，并且去打败我们内心里面很多的敌人。这些敌人也许是看不见的，总是有足一部分是人对我的情绪，人对我的不好势，人互我的压力。许多人给我太多的重担。然后我一直活在别人的重担当中，甚至是我的亲人，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常常都活在这人的身躯顶。耶稣要帮助咱，当咱伫伊内底的时阵，伊先帮咱打起这个咱身躯边真侪重担，然后帮助咱来得胜。这得胜不是只有讲大家人拢怕的，拢离开我就好啊，是让我心里面能够有得胜的看见，我就胜过别人给我的许多的重担跟压力。然后我不断在耶稣里面，就不断被更新，被更新，被更新，不断改变我自己。这个改变不是我会当做，是因为我伫耶稣基督内底。所以耶稣帮助我不断被更新。我不知道你爱无，我真爱望我的人生是不断有新的开始，新的开始。因为我嘛感受我有足侪无办法改变的压力甲重担，然后逐工排这个重担过日子，实在是足艰苦的。我不知道你有无？我真望我会当逐工互耶稣带我搁改变一下，互这个重担会愈减少，甚至是无去。因为排重担过日子实在是足艰苦，我可以维持一个微笑的面孔，但是我的心是没有办法让我真正被释放。这种日子，不是我想要爱，我想嘛不是你想要爱。不过耶稣伊会帮助咱。互咱的心内底真正得到改变，因为改变，咱就更较愿意跟对耶稣，我就愈来愈亲像耶稣。亲爱的基督徒，这是不是你想要爱的？跟随跟内化成为耶稣，是不是你想要的？我相信真侪基督徒，
咱若愈来愈亲近耶稣，你一定毋茫安尼。我跟对耶稣，我愈来愈亲像耶稣。我会当互我的心灵、身体，虽然伫现实的社会我无办法改变，毋过我内底迄个生活的我是会当改变的，是耶稣帮助我改变。所以，既然伫耶稣是一个真要紧内在的生活，咱用太济眼光、精神、体力、时间，拢放伫外面的生活。是毋是咱会当重新调整一寡时间，转来到伫耶稣的内底？可能拄开始10分钟、20分钟、半点钟，慢慢我会当有一天有1点钟的时间，我安静读圣经、祈祷，甚至我拢无做啥物，就是安静地讲主耶稣，我就在你里面了。你把你的话语告诉我，感动我的灵。教导我怎么在这个时候可以祷告，帮助我听你的声，让我知影伫这个时阵，我的意念想法要让互你来改变。这个是毋是咱真做基督徒了后，爱去学习甲操练？如果教会永远拢是只互你感觉，我可以在这里得到别人的关心，人不断的给我很多的好处，不断帮助我，不断为我祷告。教会开始有这个真要紧会当做的。不过如果一个基督徒永远拢留伫一个教会，就是让我可以得着温暖的地方，安尼无够。你袂当永远留伫迄个所在，永远听好人对你的道上跟帮赞。所以有一天，当人对你的温暖、对你的爱比较少了一点点，你会觉得我失去了，因为别人无够像以前这样打听。那有可能要亲像这姊妹去思考，你要开始改变伊的想法，知影我以前来教会是放伫人的身躯顶，爱人安怎帮助我、关心我、为我祈祷。不过渐渐我知影，我跟对耶稣，我开始成做一个会当互人温暖、去关心人、去帮助人的基督徒。甚至当教会开始有真侪事工、甲传福音的代志，我嘛开始参与，因为我不断伫耶稣基督内底，我跟对耶稣，然后我的心、我的身体、我的意念。愈来愈亲像耶稣，所以安尼我就愈来愈知影，我的基督徒的生活要怎不断受改变甲更新。听基督徒，咱来看下面这个经节，伫诗篇第1篇第2节到3节，咱做伙来读。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这是诗篇的作者真好的想法甲祈祷。当一个基督徒真爱上帝，爱听伊的话，伊日暝拢咧思考阿爸上帝的心意，伊就互上帝话的心意光照伫伊的心内底。然后，伊会成做一个有气力的基督徒。伊知影我会当做的，毋是只有我家己的气力，是上帝会当帮助我。说我的能力是从耶和华那爱我的天父而来。一个这样代志，就是上帝会限制我，知影我会当去做什么货，还是无应该做什么货。上帝会帮助我，提醒我有些事情我应该做或者不应该做，有些话我应该讲或者不应该讲，有些意念我应该停止，不要再受他的辖制。互上帝心帮助咱，互咱愈来愈知影，我真做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一个什么款的方式？
你可以想象，你身为基督徒，你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图画？因为你会把你人生的这幅图画让人家看见。你真做基督徒，别人会看见你的生活、你的眼神、你的动作、你的讲话，都亲像100度，100度影响人。所以你想看卖，你要安怎将你心内塔门拍开，把你的心打开，让耶稣不断的在你里面，然后你更能感受上帝话语的光跟心意，会照亮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真爱透早起来的时阵，就泡咖啡，然后就读圣经，安静祈祷。我真鼓励咱大家，你爱找出一段时间，就是独只有你甲耶稣基督，你就安静吧。不管你爱啉茶、爱啉啥物件，无要紧，你准备一个你真爱的所在，坐伫一个你感觉真爽快的所在，迄张椅仔，坐伫遐。也许你打开窗户，看着外面，喝着咖啡，就慢慢的看着圣经，和你的心跟灵就安静在耶稣里面。你会慢慢，让上帝神为你画出一幅属于你人生基督徒迄幅。你会觉得，天父在为我做一幅画，他把我的心境画出来，他让我知道我会成为什么样的基督徒。所以你的心内底一定开始慢慢的感受上帝神在你的内底所做奇妙的事，因为我们连结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知影无？这是一个基督徒足欢喜的经验。所以一摆，阮带阮的教会青年来做祈祷，我真希望会当将祈祷欢喜甲因分享。所以有阵时安静祈祷，祈祷了问讲：恁有啥物感觉无？没有啊，都没有感受。没有啊，都没有感受。我心内讲：好可能，就再一次说：你们等一下，再安静一下，更安静，然后让在祷告当中，让圣灵能够给你有更多的领受。所以我们就继续安静祈祷，一段时间了，去跟彼此分享。有没有什么领受啊？还是有些摇头说零都没有，都没有。其实我知影这袂当强求啦，因为我们真的必须有一些操练，一个过程之后，慢慢懂得天父对我们说话。总是有一个姊妹年轻人说：“牧师，我刚刚看见了什么？”他有点红的眼眶，在分享他刚刚领受的。他说他是第一次有这样祷告的感动。他说我不会祷告，但是我第一次觉得好像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在我的心里面，他让我看见了什么，他就开始分享。我知影这些少年人其实因真正是无咧祈祷，这样的要求对他们也许有点苛刻。总是我知影，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拢爱学习用祈祷来到耶稣内面，用祈祷来结连耶稣基督，用祈祷来领受上帝在咱生命迄个内在更较水的生活。因为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真好的官兵，真要紧的生活方式。你袂当讲我不爱，你应该爱好好领受，成做一个基督徒，上帝予你的一个真要紧的身份甲关系，就是我是对耶稣基督来。
所以我真较无你每一工你重新来安排。可能你嘛已经有这时间啊，毋过咱来做更较深的祈祷。咱头新华队所唱的歌，我们要更深的祷告，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更深的安静在耶稣基督里面，来进入到你内在的生活。那是唯有你跟耶稣基督你面对面的时候，这是你跟耶稣的时间，无人会当掌管你，让你的心跟灵都整个浸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会足享受迄种跟耶稣做伙的心内领受、感动，然后真做你的现实生活的快乐。内在生活开始要帮助你来面对现实生活真侪重大甲困境。你的头壳、你的想法若改变，真侪外在问题也会慢慢改变。因为真侪外在问题是我一直看伫人的问题，对我的攻击，对我的劳苦重担，对我的压力，特别是咱的亲人，可能互咱有真侪的重担。如果我们永远停留在人的意念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生命当中的问题。让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帮助我们可以重新在他里面得着真正的释放跟医治。因为他说：“你在我里面，我也一定会在你的里面。”这回来祈祷，主感谢你，我用深深的祈祷来到你的面前。这祈祷是一份较无，也带着侪侪喜乐，充满迄个生命的感情。主，阮足欢喜，常常会通安尼来到你的内面。感谢你欢喜接纳我。才我常常伫你的内面，领受你，予我超过世间的温暖、疼，超过世间予我的扶持甲帮助。请主耶稣，予我更加深将我生命的眼光、精神快乐，拢放伫你的内面。请主耶稣。我真爱你，我深深用我的生命来爱你。感谢你伫我的内底，奉耶稣名祈祷，阿门。
请咱三甲来吟信诗，信诗263首，至圣的天父，求你压落听，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坐，请准备奉献。
这平安礼，请陈牧师。弟兄姊大家平安。咱真感谢主，今日吼，互王牧师来到咱的中间，来为着台南新学院的纪念主日来请安吼。若是方便，请咱为台南新学院来奉献吼，来奉献。新学的教育拢真需要吼，需要咱来关心。而且我有一项报告，就是咱4月12到13要伫哪来教会的退休会吼，咱爱准备足侪物件吼，咱包括真侪小东西啦吼，所以咱伫咧后17后礼拜这季了后吼，就无接受报名。因为若是安尼，咱的物件会无够吼，所以因为咱爱准备真侪物件，所以请咱若是会使的人，伫即礼拜了，还是到后礼拜，尽量大家来报名，吼，报告以上。下面咱来吟耶稣听你来互相请安了，咱才来代祷。这耶稣听咱每一个人，耶稣听你，耶稣嘛听阮吼。咱要感谢主伫咱的中间吼，有真侪值得咱欢喜的代志啦吼。迄个谢昌兄要带新妇，伊后礼拜甲贴送了咱的中间吼，后礼拜才来报告。无吼，你若找毋着时间，真麻烦。佫一项真欢喜的代志，就是迄个。志源兄的查某囝吼，已经申请到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吼，要去遐读硕士吼。上帝真祝福，这间学校是足有传统吼，几百年的学校，嘿，是一间真水，佮互人真向往的学校吼。咱等者医院要来为伊做足多的祈祷。咱看咱内底有，咱有即。有，咱内底有三位人客吼，一位是庄琼红吼，庄琼红吼。伊才是，好，欢迎恁来，欢迎恁来。这是写讲元岛，元岛教会，住在元斗街上吼。我们这里元斗教会的人赶快认一下哦。阮家嘛元岛教会来，真欢迎恁来吼，真欢迎恁来。拢伫倒位啊吼，元岛的倒位啊嘛，元岛的倒位啊，阮遮嘛有倒位啊呢。咱这个所在，逐个庄头拢有一个叫做
德维啊，啊嘛叫做桥仔头吼，哎，哎对，哎对，嘿，咱遮个地名吼，拢号迄几项尔吼，嘿，德维啊啦，桥仔头。啊！伫阮台中拢号3块厝、4块厝吼，看遐几间厝才安尼咧叫，真欢喜的代志真济啦吼。来，咱首先要来为着爱玲出去吗？好，那等爱玲入来，咱来为伊来祝祷吼，上帝带领伊到英国，即个遐有传统的。大学吼，伫遐伊咧读硕士吼 ，HR 硕士，上帝祝福，佮带领伊。啊，咱先来为生日的人祈祷吼。伫今仔日生日的人，有迄个盛云、盛熙，佮有，这个是可以，伊敢有伫遮？哦，对，有，吼，是伊啦吼，我向咧想，这个是啥物人吼？啊，咱请，即马嘛是叫咧生日的人伫倒位？哦，佮有丁乐玲、秀薇姐、丁乐玲吼，嘿，啊，因盛熙、盛云无伫遮吼，迄个好，来，无要紧，咱先来为生日的人来祈祷吼，叫上帝来祝福伊吼。咱三个来祈祷，祝阮真欢喜。今仔日有阮为远美国来的兄弟，伊伫阮的中间，甲阮做礼拜一段时间。主虽然伊用的话语甲阮无共款，但是阮知伊足认真咧听每一场的讲道。恳求主你圣神运行做工伫伊的心上，互伊伫台湾会当每一日拢真快乐、真平安。主啊，祝福张老娘，啊，祝福圣熙、圣云，祝福天耀、天意、广芬，阮遮的生日的兄弟姊妹，伫因的人生内面，每一日拢有主的恩典，甲因同在，主的神怜悯疼痛因，阮安尼祈祷，感谢奉主的名，阿门。爱玲，你高兴的事来，互阮。甲你做伙欢喜吼，啊，咱也归荣耀给上帝。你要不要来？我们一起为你祷告。我若看到伊，就想着伊妈妈嫁来咱这等是咧皮肤，吼，两个拢共款，太漂亮了。上帝祝福你，咱为你做末了的祷告。上帝会带领因带你平安去遐做真好学生吼。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爸，阮听着爱玲申请着遐尔好的学校，这间学校是阮真向往、真水、阁有历史、阁有传统的学校。恳求主施恩祝福伊，互伊伫遐学习着伊知识的财物，也互伊伫遐认捌着。外在人生遐尼水的环境，祝你祝福伊平安去，平安倒转来，祝福伊头前的每一个道路，拢伫主的疼痛、怜悯。阮安尼祈祷，感谢奉主的名，阿门。上帝祝福你。伊8月吼，8月就要去啊吼，嘿。我伫遮借即摆时间，咱要来报告咱的妇女的退休费的内容吼。妇女退休费的内容分做3点，第一点就是咱找一个安静的时间，互咱家己面对上帝，
伫即内底，咱用的，咱要读上帝话，有2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迄个雅各书吼，信仰的雅各书；第二个方向是咱基督教的圣经无的，是天主教圣经内底才有的一个迄个德训篇吼。迄内底有足侪教人足实际的方法，咱要为遐摕一寡内容出来研讨吼。啊，第二个就是咱要请拿来教会的牧师，甲咱分享因的教会安怎咧服侍。吼，因迄间遐尼大间的迄个灵修会馆吼，其实因才用6个同工尔吼。啊，因爱摒扫、爱煮饭、爱做足侪工课时，拢是全部的会友做伙咧经营迄个灵修会馆。啊，咱伫遐咱邀请伊吼，甲咱讲因的教会的见证甲经验。吼啊，其中阁有咱有足侪咱家己的时间啦吼。啊，咱伫咱的时间内底，咱有要做真侪帮助咱灵命进步的，所以遮小东西的准备吼，拢真爱用足侪时间。啊，请咱尽量伫准时的时间吼来报名。嘿，啊，报告以上。春刚今日有来吼，咱嘛爱甲春刚欢迎一下吼。哎，好，春刚过来，你个倒转来就不介绍了，因为你要常常回来。好，报告以上。请咱三甲来看周报。顶周聚会啊，请咱甲你看。本周聚会9点半啊，主日礼拜伫教堂；基督会拜三8点伫教堂；拜六查经班9点，甲阴暗的7点半啊伫线上。圣教的服侍下周聚会，请林安女执事，领事请郭依玲姊妹，司琴我本身，司宪甲招待请钟宏仁甲冯娟2位执事，爱餐请张真燕姐妹。新安宫的读经表啊，请咱照即个顺序来灵修。啊，其他交通啊，第一本主日男神纪念主日，请兄姐同心为着神学教育来奉献代祷。嘛，感谢王清良牧师啊，代表神学院前来敬祷甲请安。啊，第二3月31日是国外节啊，若有人期待领受洗礼，请向牧师来报名。嘛，请大家备办心来迎接受难周甲国外节。第3查经班有2个主题啊，第一是遇见神的灵修，是伫拜六早起的9点；第二是我当如何行才能有幸福的生命啊，伫礼拜六暗时的7点半，欢迎大家做伙来共读圣经。第四，伫4月12拜5下晡的2点，甲13拜6的中昼，咱的妇女团契也要伫林子内教会举行退休会，欢迎报名参加。啊，因为有要住宿甲订房吼，所以咱的报名伫3月17日截止报名，就是伫后礼拜日。第5，杨那村即事的纪念奖学金申请啊，咱照即个标准来申请吼，然后请大家尽快的缴交成绩单，是112学年度的第1学期吼。拜六第6点生日是咱有遮的兄姐啊，咱为着因祈祷啊，嘛愿上帝祝福因。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啊有出入啊，请咱向会嘅人员来更正。代祷事项啊，第一为着身心欠安诶长辈甲兄姐来代祷。第二啊，为着教会青少年新生心灵甲课业来祈祷。第三，为着适婚诶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四，为着姊妹教会来代祷，有富林教会、一致教会、德克达亚教会。请咱三甲来吟上营圣诗510首，俄勒天顶主宰。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线，请王牧师祝祷。
但将你交伫圣父、圣子、圣神全能上帝手，互咱踮伫耶稣基督内面，也耶稣永远伫你，佮成做你心灵、身体一切帮赞倚靠，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面对闭会。